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5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2024年总统大选，即马吵甲上热的，就是南北要安怎夹。国民党甲侯友宜双方的人马，昨总算有超切。国民党是提出民主初选的概念，民众党是希望用电锅来比民调，双方是并无共识。为讲会好的，就是一旦选出上强的候选人了后，就愿意去参加电视台所办办的3场辩论会。按每一位支持民众的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第一场万人大型造势活动，昨暗伫新北市棒球进行。台湾新北爱好，台湾爱更好，所以咱对新北出发。从新北吹起改变台湾的号角。那遐的大咖拢到场全力挺，也包括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伊讲到关于甲侯友宜之间的互动，破除两个人升级的疑虑。你可以得到我的人，你永远得不到我的心。但是我要告诉侯友宜市长，不要担心，韩国瑜来到这里，人也来了，心也来了。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希望过内面会当归队，验过国民党想要摕到整合的主导权，也有真侪关爱过。大家注意的南北合会见会，伫14日头先进行。民党就曾经提出过民主初选，但当时的确发生过一些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不当动员。第二个，还有一个全国这样大规模的状况，它的确会是一个人力物力都非常大的状况。要安怎选成上强的候选人，双方也无共识。民众党主张5间民调公司市话手机一半一半，采对比式民调以平均数来决定结果。国民党是希望以民主初选的方式展现直接的民意。参加投票的民众无分党派，爱签政治理念认同卡才能投票，采实名制验身份证。以联合政府来政党轮替的这个目标的时候，所以我个人是这样的，我还是相信数字，所以说，理性、务实、科学，这是一种态度。双方先礼后兵，达成由电视台主办3场辩论会的共识，并且约定伫15中昼进行，确定后一遍会议的时间。选前倒算3个月，若北要谈合作，验过彼此比较意味是真高。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讲到赖清德，昨是规工拢伫咧台中。伊讲目前无确定会有几组出来选，好有支持者袂使代意。另外，郭台铭者是希望问到南北合作的问题，是讲一直有咧讨论在野大联盟的议题，无迄种互人杀去边徛的问题。一入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国民党甲民众党则是下晡举行会前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到台中来救声势，为到行程真满。赖清德讲，总统选举到底是几组人马参选也无确定，不过要赢伫选举，只要爱是爱靠家己。好友支持者唔通大意，若总统大选爱赢，立委选举嘛爱赢。因为选举啊，对台湾来讲足重要，足重要。那么未来选举啊，一定会愈来愈激烈。台中总统赢，总统就当选啊。台中立委若当选，国会就过半啦。大家讲对唔对？赖清德也强调，选举若选出亲中的政权，民主阵营一定会头壳痛。今日伫不管产业协会会，也答应推动经济发展。只要民进党照家己选前的脚步，就看对手安怎来出招。我想贴后头一点吗？新旧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出席晚宴会活动，不过无接受媒体访问。引来关问题是进前讲到在野胜选，郭台铭一定爱救入来。郭台铭办公室也做出回应，别烦恼比边缘化。其实昨天柯主席这番谈话，大家就已经知道，他们一直以来都有联系的管道，而且一直以来都有保持联系，没有被边缘化的问题。对着是不是坚持选到底？郭台铭表示，即阵的上关指导官，这就是3日来拼连署，也真期待国情的辩论，要对2300万人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讲到中国迄边，中国火箭军高层即马是传出贪污泄露机密的事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大动作咧清扫，有学者是认为，这就是咧表明中国军方内部即马各派人马咧相斗，恐惊已经影响到习近平的威信。
中共制造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则是发布总共查到共计11架次、共8架次，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严密监控甲处理。中共一直侵了台湾，外界解读一部分转移强军内部动摇，尤其负责掌控协务的中共黑旗军，包含司令、座位高层逼出涉贪，抑有涉密的风暴。必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手来清洗，大动作来整治黑旗军。学者但疫情分析，可能让黑旗军走向更加军事的专业化，严重威胁台湾甲区域安全。他换上去的新一批的人，当然是更加有听命于习近平，愿意为了习近平在所谓这个2027年以前完成对台湾动用武力的一个准备这样的命令，来去贯彻火箭军本身的一个配合。那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当然对我们台湾而言，当然就比较不利了。但说明认为，无论强军高层是贪腐，也是涉密，拢互外界感觉到这个权力斗争的感觉。习近平避免个人威信出现动摇，采取强硬的手段，转移内部的动摇。另外，中国香山论坛要伫月底来登场，汇集国外高层、国防官员。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消息，外国媒体路透社讲，头一个替补的人选是中共中央军委会委员刘振立，有希望伫香山论坛进前来接任。刘振立他是属于西北系统，长期以往出生是在兰州军区。那这个何卫东，他就是所谓的闽江新军，跟习近平是比较亲近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就是这两位的出现，也象征中国内部的一个就是这个派系的争斗。不过，所指分讲，中央军委会副主席何卫东相关呼声真悬。何卫东长期负责台海作战的任务，那出任国防部长，那代表习近平重整军事指挥体系，也代表习近平有意提悬对台海情势掌控。记者自综合报道。再来看今日报纸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基隆的青美国小拜五共有13个学生身体无爽快送医，讲是迄个营养午餐所造成的。市长谢国良表示，若确定是手伤的问题，一定会动发。嘛宣布讲，到处长刘美兰督导不周，改调参议。讲到这个刘美兰一向拢互人看作是侯友宜的人马，侯友宜拄来基隆来做事，伊就互人换掉，嘛引起外界议论。再来是《自由时报》，立法院会5月通过加定证券投资信托甲股文法第70条之一，讲网络平台业者爱伫通知的期限内底，甲投资诈骗广告贴下。内政部定出裁罚的标准。讲若业者无伫24点钟内甲指定的广告贴掉，第一届罚12万；若罚5届以上者，相当会当罚到60万。再来是联合报，香港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力招交易所，通讲包牌经营，骗钱款钱来诈欺。金管会嘛证实，讲这间交易所伫咧台湾非法招财，已经甲资料交予检方来办，而且嘛有约谈甲代言的歌手陈零九到案说明。伊讲这工课拢是经纪人咧直接，讲伊家己嘛是受害者。过来看到高铁台南站早起有一个负责人赶2卡行李骑电楼梯的时阵无细力跋倒，去摔到头壳，面嘛着伤。加在是有边的人赶紧通报，高铁嘛搁再提醒游客，若有挂大卡行李也是行动无方便的旅客，建议就爱坐电梯，避免搁发生危险。有年人倒伫电扶梯拢袂振动，机务人员赶紧确认详细。高铁台南站10时早起发生电扶梯摔落意外，一个年人挂2个行李要坐电扶梯，敢大空对顶面摔落跋倒，头壳弄到电扶梯，面部也受伤，边仔民众赶紧将电扶梯骑停乱。也有人紧急按停止按钮，电扶梯还是会震动一下，然后因为它翻滚了，所以它倒拆从头咚咚咚咚咚咚，头部着电梯阶一路下来，所以。我看到他的当下，他已经流了非常多的血。有年人的空喙被紧急处理了后，第一届到店的人陪同下被送往病院。随上人真多，高铁站内拖行李坐电扶梯要起甲落来，旅客袂少。若是行李较大卡，也是较侪卡，会造成当心袂知你跋倒，真危险。这么大的会坐电梯，可以多一点，就是站务人员可以跟年长者说一下电梯的位置，这样子。对，或者是广播其实都会有讲，对，就是这样搭电梯会比较安全。前面有电梯哦。
保全人员提醒载大卡行李的旅客改坐电梯。高铁台南站讲，站内有真侪故事，提醒载大卡行李、有身份年人也是老大人，这旅客一定要坐电梯。电扶梯头前也设有行李条啊，就是要阻止大件行李上电扶梯，提醒旅客一定要注意，避免相关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到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小战，受到国际压力，即马是延长加沙互百姓撤离的警告。不过，共这时间空袭嘛继续咧进行。哈马斯就表示，伫咧离开的车队当中，尚无有70个长辈甲囡仔因为空袭来过身。佮传出讲有记者团嘛去互以色列军火帮着，尚无有一个记者死亡，4个记者受伤。连续7天的空袭，加上地面战争，就特别开始拍警告。加沙往南的交通路线13出现一台搁一台载规家伙仔甲物件的车辆。以色列发布最后撤离通牒的同时，空袭行动并无停止。哈马斯表示，有理性的车队互飞弹击着，已经至少造成70人死亡，里内的多数拢是妇女甲囡仔。اللي بنعمل في سجاد أجدادنا زمان بنعمل فينا اليوم بتهجرنا 联合国设伫加沙的人道援助机构指出，撤离110万人，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24点钟之内要达成，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而且这么大的导弹条，要安怎安置？以色列前外交副部长阿亚龙向半岛新闻表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应该走往埃及的西奈沙漠，遐有准备好的布棚池咧待因。联合国安理会13搁一摆就以巴问题召开紧急会议，秘书长古特瑞斯会前向媒体表示，加沙局势已经达到危险情阶，强调就算是战争也要开战，佮警告唔通使用政治作为人马盾牌。The immediate humanitarian access throughout Gaza so that we can get fuel, food and water to everyone in need. Even wars have rules. 以色列伫南部地区进行自1973年以来上大规模的动员。总理纳塔亚胡13伫全国电视演说中指出，报复行动才拄要开始，就抓歼灭哈马斯。那当地黎巴嫩贝鲁特访问的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是警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的攻击，将会得到抵抗中心的回应。伊个就是伊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联盟的回击。另外，以军13伫黎巴嫩南部边界炮火，接到当地进行采访的外国媒体记者团，路透社联合记者伊萨姆不幸当场身亡。半岛电视台甲法新社也有4名记者受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同这时间，法国巴黎罗浮宫甲凡尔赛宫公是受到炸弹威胁，赶紧疏散游客甲工作人员。会当看到罗浮宫的周边拢总有封锁线闭关疏散游客。官方讲目前无发生攻击的事件，嘛无人受伤。当地13只发生学校攻击事件，造成一个老师死亡。法国政府认定甲伊巴战术有关，宣布法国进入紧急实急状态。总统马克宏嘛表明，已经派出7000名军兵加强巡逻甲警戒。今日继续讲到这件学校攻击事件，就发生伫咧法国东北部的阿拉斯，拢总造成1死3伤。因为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术，未少国外犹太社区拢有发生类似的攻击案。今日伫咧中国的北京，有真侪外交使馆的调研区，嘛发生以色列大使馆的人员，互人提刀啊甲毒的事情。Israel，哥，你看就是因为这个，啥呀？就是以色列那个，你看看。好一名白衫外籍查甫人抓到刺杀了以色列使馆工作人员，规身躯董事会倒伫涂骹，心地清楚的回答公安的提问。无偌久，一名外籍查甫人骑机车赶到大声喊爱随叫救护车。这件冻结杀人事件发生伫北京外交使馆自治的调研区，其中美国大使馆就伫附近。犯案过程全拢互人以手机翕落来。北京警方公布消息，其嫌犯是咧做小商品生意的53岁外籍查甫人。
案发了后已经封列，等咧接受调查。那位于法国东北部犹太甲穆斯林人口真济阿拉斯当地一间中学，13一名20多岁的车身 A 激进分子野刀弄入去，教职员甲警卫阻止伊的过程轰破，一名法语老师不幸身亡，另外一名体育老师甲警卫受伤。现场看到人表示凶手行凶进前，也捌大声喊真主至大。Souhaité avec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s Outre-mer et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être présent dès cet après-midi à Arras, ici, au sein de cet établissement scolaire qui a été frappé une fois encore par la barbarie du terrorisme islamiste. 1894情景恶化了后，纽约、伦敦、圣路易、雪莱等地的犹太社区连续发生受痕攻击事件。美国成立上久的犹太民权团体反诽谤联盟所做的统计显示，哈马斯提7个攻击行动发生了后，18点钟之内，伊斯兰军事团体甲被人指向主义者爱用的社群媒体 Telegram 反犹的威胁言论增加4倍。18冲突的头4日，英国境内反犹太的攻击事件就增加超过3倍。伦敦市长卡恩13证实，3间犹太学校为了学生安全，决定停课到16。荷兰阿姆斯特丹3间犹太学校13也伫哈马斯的圣战威胁之下，决定停课1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转来看国内交通部6月底开始恢复部分民众会使检举的交通违规，因为交通违规的人未少，真侪县市拢出现检举增加情形。亲像台北市，逐个月平均就加买3万件检举，新北市是加6万件。汽车驶出地下道，双北市线外车道，机车差一点仔风浪，起价提出检举。你刚才是一直沿路在照什么？对啊，没有。你在照什么？照违规啊！看到穿白衫的查甫人摕手机一直翕，也有骑机车的人当场去质问。面对违规乱象，交通部6月底恢复甲增加真侪项民众检举项目，即马也互检举件数明显升悬。本身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怎么讲？可能说在政策上，可能还是要说看是有人是因为用这样子去做恶意的，人民他们看到的可能只是截取一些片段的影像，然后就去检举你，我觉得这样不太合理。警方照到民众检举交通违规，今年前6个月，台北市60多万件，逐个月平均10万件。刑罚上路了后，逐个月平均13万。新北市也为逐个月13万件，受罚了后来到19万件。高雄市的交通检举受罚前后比逐个月为5万多变到7万多，加超过2万件。检举件数跟检举成立举发的比例其实是并没有相较修法前有太大的差异，那可能还是在于我们会依影像内容去审视。当然多少会案件量庞大啦，那我们这边就是警方还是会依照相关的这个程序来做这个审核。虽然检举量变侪，不过上案率无一定增加。若是破案检举，恐惊会惹伫大家不满，也增加警员的负担。不过话过讲转来，用路人自律、守法无违规，这是自保之道，也袂去互检举啊。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咧高雄的办公大楼，登记有业者咧违法经营旅社的问题，毋但有消防等等公共安全的问题，嘛有一寡人会伫内底食毒。统计到今年9月底为止，观光局已经发138件，也是有业者继续咧经营发物件。即马是甲其中一间业者强制来断水断电。勒令歇业之后，他仍然继续营业。徛伫违法业所套房的订房中心头前，高雄观光局验出违法事项了后，指挥现场人员断水断电。85大楼是高雄知名地标，嘛是违法业租套房真济的所在。观光局13对罚了阁无解的违法业者85函馆强制断水电。这一家违法的旅宿业者，曾经被本局查获并处以罚款，并勒令他停业。但是在最近，我们又上网去看到，他还是刊登广告在做非法营业的一个事实。
观光局表示，民众发现违法的旅馆，会使提供经营的事证来检举。若查了确实，而且是新案，第三领检举奖金。打今年到9月底，市府就开发138件，累计的罚金已经有1615万。以发展观光条例，每件会使罚10万到50万不等的罚款，并要求停业，但也是有业者无管法令继续营业。想说比较便宜，差不多1000出。有听过，所以都会特别注意。警方直接伫85大楼内底设行动派出所，因为租套房除了有公安问题，嘛传出过诈骗、监禁、食毒等治安事件。观光局提醒民众，旅游一定要选合法的旅馆，才会使保障自身的安全甲消费权益。记者陈焕宇、陈显坤高雄报道。京师图书馆武价18万，非是夸大口，利用两相传。讲到布袋戏的大师金奖奖，今年已经办到第17届。这届最佳表演团体奖是颁予来自嘉义五洲信义阁江中剧团。云林县政府表示，现主席金奖奖对时代的轮转，布袋戏一直在创新，唔但鼓励戏界老前辈来参加比赛，嘛希望有少年辈来继续传承。以传统布袋戏结合现代化灯光效果，行出新的风格。五洲信义阁江中剧团以自乐传奇《好野收客囝》得到今年金奖奖的最佳表演团体奖。云林金奖不可断，江中艺术永流传。短短2句连讲出布袋戏继续流传的愿望。那讲到少年辈，今年的最佳口碑艺术奖是由尚宪君生平五洲园得奖，代表领奖的是剧团第3代少年辈艺师。伊讲，现主是有侪少年辈在咧徛伫传统，行出布袋戏新的路。布袋戏伊会当加真侪元素咧内底，光雕还是啥物沙画后景，甚至是咱的舞台拢会当做改变，都无像一般传统迄种布景式舞台。改变当中嘛，要保留咱传统的部分，一定要用迄个传统人啊，但还佫有迄个主演的口碑，一定要是一个人讲，因为咱布袋戏上主要就是咱五音分明。由布袋戏故乡云林主办的金奖奖已经行到第17届。云林县政府讲，为着让布袋戏通代代流传，金奖奖也等咧改变。以早就是大金奖，为着要好这40岁以下这个年轻的艺师也能够被看见，所以那么开始有这个青年金奖。那还有这个小金这个舞台来看到咱的传统布袋戏已经无同款了。县政府讲，这个奖唔但鼓励自本就伫布袋戏界拍拼的老艺师，也通提供少年辈一个舞台，招更较侪人加入。透过多元素结合推广，让民众继续重视布袋戏艺术。记者郭文定用台北报道。讲到咱政府自1991年开始限制乌石花，过去伫咧台南北河乌石花产业就渐渐咧稀微。即阵有在地文化团体为着保留历史，就办活动，冒请布袋戏团来演出石花产业的故事。真大座的石花窑，即摆真罕看会到，因为台南北河遮的人拢咧做石花，因为先去山顶挖石头，佮用火药落去崩，落尾伫顶头的炉，用一烟土炭甲石头放入火炉，好慢慢啊点底，烧好石花就会落落来。毋过政府今呢破坏地景、参环境，民国80年禁止挖石花，地处北河到单村3间石花厂，为着保存产业的光景，店是店仔口文教协会办系列活动，要甲大家了解在地文史。工业社会因为人数嘛较无遐济啊，即摆拢直接用机械，无用人工啊。正康才是火药迄个才是迄个嘣就出声。石灰的年代在我们的生活上，让街坊邻居再慢慢去一起再去谈起，然后甚至是往下一代的教育去扎根。在日本时代，台湾大量出口甘蔗糖，其中北河浸头山地下石灰矿是重要的制造原料。在政府禁止挖石灰矿了后，石灰产业就变甲稀微。店仔口文教协会指出，工厂因着开始转型，改用对国外进口的青石灰粉，再个用工厂内机械落去用，替产业找新的出路。焚化炉燃烧之后有产生硫嘛，要靠石灰去把它抓下来，所以它的最大的客户现在就是供应给全省的焚化炉。
尖头山石灰矿高达100吨，在地文书团体伫这2个月假日办石灰产业论坛，相片特典甲布袋戏训练活动。点仔口文教协会嘛讲，按说要多元发展，因望加做民众认捌产业文化的好所在。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下晡晡天气写款，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21度到28度。外岛地区20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这则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